咁今日咧就會講下呢一題啦。咁首先咧，佢 part A 係 MI 嚟嘅啫，咁就係寫翻嗰啲咧 Bn 對乜乜乜嗰啲啦。跟住然後當 n 等於一嘅時候咧，right hand side 等於 sin alpha。咁點解係 sin alpha 而唔係代呢個係一，跟住之後前面寫晒咧？咁其實咧，因為佢呢一條式咧，其實係講緊 summation n 等於零去到 n 嘅 sin n alpha 嘅意思啦。咁所以咧 n 等於一嘅時候咧，佢就係等於 sin 零 alpha 再加 sin alpha。咁零可以 cancel 咗去啦。咁所以就咁 sin alpha，然後 RHS 都係啦。跟住再 assume pk is true for some positive integer k。當 n 等於 k 加一啦嘅時候，LHS 係等於前面呢一度啦，再加 sin 嘅 k 加一 alpha。咁佢呢一度係等於呢一個，咁所以直接塞入去。哇，漏咗嘢添。跟住再加翻，咁而家通翻分母上去先啦。咁去到呢度咧，就唔係話要用呢一個啦，唔係呢個啦，而係咧，你見到呢一個啦，同呢一個有啲關係嘅，因為呢一個其實就係 a shit，呢個就等於二 sin k 再加一 over 二 alpha 好 sin k 加一 over 二 alpha。咁轉咗之後會點咧？佢就可以抽到出嚟咯，就係。呢一個同呢一個抽出嚟啦，就係咗 sin 嘅 k over 二 alpha 加二嘅 cosine k 再加一 over 二 alpha sin alpha over 二。咁呢一個你見到有二，係咪覺得奇怪？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可以用呢一條式去將佢轉翻做 sin。咁就將佢調翻轉先啦。sin A 加 B 即係 alpha over 二加 k alpha 加 alpha 除二，即係 k 再加二 over 二 alpha 再加翻 sin 嘅 alpha over 二減 k 加一
over 二 alpha，咁咪真係負咯，負咗，因為呢一個同呢一個。咁呢個咪可以同呢一個 cancel 咗咯。咁就 prove 到同 right hand side 嗰個一樣，right hand side 係 sin k 加二 over 二 alpha 乘 sin k over 二 alpha over sin alpha over 二。跟住之後又可以寫 by principle of 乜乜乜，咁就完啦呢一 part A。咁咧 part B 咧就係同 part A 係完全冇乜關係嘅。part B 其實係用緊數學嘅嘢嚟計嘅啫。因為佢呢個係 CP 係兩個三角形面嘅呢 CP 係呢個三角形同埋呢一個三角形嘅 common side 啦，咁其實就可以攞佢嚟計到，即係 AP over sin theta 係等於 CP over 1，咁仲有啦，呢個兩個係一樣嘅嘛，咁所以因為 base angle 係 isosceles triangle，咁所以咧呢一個角同呢一個角都一樣，當係 x 啦，咁等於 sin x PB over sin 二 theta 等於 CP over 都係 sin x 啦，咁所以咧 AP over sin theta 等於 PB over sin 二 theta，咁 PB 咧亦都等於一減 AP。咁 sin 二 theta 就係 sin theta cosine theta。咁個 sin theta 咧就可以 cancel 咗佢啦。咁然後二 cosine theta 咧就可以擺喺度。咁所以咧就 prove 到 AP 等於一加二 cosine theta。咁跟住最後咧，佢就話叫你 deduce 一 over 三細過 AP 細過一 over 二啦。咁首先咧，其實呢一個位咧，本身如果佢呢個係等腰三角形啦，然後佢呢條線拉落去中間嗰個位啊，即係呢一個係等於呢一個度數。咁佢呢個位係直角啦，然後呢一條線同埋呢一個位同呢一個位係一樣，即係0.5同埋0.5。咁好明顯可以見到咧，佢呢一個位係細過呢個 theta 係細過呢一個位，呢一個度數，呢一個係幾多？係3 theta over 2。咁所以咧可以見到啦，AP 係細過0.5，咁細過1 over 2啦。咁至於咧 AP 係唔會等於1 over 3，亦都唔會細過1 over 3，因為咧如果 AP 係等於1 over 3嘅話咧，個 cosine theta 咧係會個 theta 咧係會等於0或者360，呢個冇可能啦。咁然後如果佢係細過1 over 3咧，咁更加冇可能，因為
佢就會計到個 cosine theta 咧係大過二，咁因為theta 咧係然後細過派啦，咁 cosine theta 咧就或者係細過二嘅，咁所以咧佢就冇可能會係大過二啦，咁所以咧就唔會係等於1/3，更加唔會係細過1/3，所以就係大過1/3。